花生的，哦，怎么荷兰？他是哪荷兰人？对，然后讲是，啊，广告刚好讲的挺少，不是，我本来我是，我嘛惊，呀，两个你们不一样啊，我懂的，开始，你们办的这么辛苦，是，对啊，啊，我就该直播了，嘛是啊，哦，好难看，哦，真的是，对，可以啊，哦，你我请问，真是刚好。感谢大家今日风台天，搁走过来。啊，阮头拄仔是徐志强先生伊讲伊家己诶冤案诶故事啊。恁敢有听过徐志强诶故事？毋知影，你敢知徐志强？毋知，好，无要紧，你等下看阮头拄有嘿，伊嘛是咧做台湾就典型的一个冤案啊，冤案故事，冤案的救人的故事。啊，刷来，我就请教阮迄萧雨峰律师，伊要我睇伊是嘛是今日才见，较早是无熟识，较早算无熟识，啊，毋过阮就要请他聊一聊啊，就讲要讲这个犯罪学相关的代志，要睇还是要精要啊？台，对。嘿，要进要起来还是要教？嘿，社会要安怎变较安全？其实咱拢知影台湾社会其实治安算是袂歹啊，伫个世界的排名顶悬是算袂歹。啊，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当去看迄司法官学院有一个台湾犯罪趋势调查关键报告，你若去看，因为民国60几年一直到嗯。2024年的资料，伊拢有，还有足侪统计资料，你也敢去看讲，较早的治安，伊的统计资料，伊较早可能犯啥物罪较济，后来啥物罪较少，咱啥物像即摆就是诈欺罪，已经是上悬了，就是较早可能是偷窃，即摆变成诈欺罪，公共危险罪就是咱讲的酒驾来啥，伊有逐年递减，有一寡罪可能就较无啊，比如讲若是讲女性的犯罪，伊嘛有调查，较早可能是票据法，有真侪拢是女性犯一寡票据法，即摆票据法改过以后，即摆就较无，毋过变做可能是其他的财产犯罪的代志啊，其实看看讲真趣味啊，嘿啊，好，咱时间就到好，穆律师，好，谢谢。哇，大家好哦，今日足欢喜啊，红叶头阁有人来听我的演讲，哦，好，今日我的主题就是要种要读还是要教，就是社会要变得较安全。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莫律师，我读的是法律系甲犯罪学研究所，以下就是我的经历，有兴趣会使看者。好，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代志就是即款头先先甲大家介绍讲咱台湾即马犯罪现况，拄则主持人有小可甲我剧透一下，无要紧。接下来就会甲大家小介绍一下，咱伫犯罪学顶悬讲要处罚，还是讲要矫治，即个理论，两个理论之间有啥物无共的所在，而且就算讲咱上传统的犯罪学，就伫咧讨论讲是要处罚，还是要矫治，但是咧，到咱即摆的刑事政策是到底的方向到底是啥？敢搁是咧传统咱种的这两个方向？上尾了后，甲大家介绍讲咱即摆的刑事政策了后，我嘛想要甲大家讨论看卖，讲咱到底希望咱司法的到底是啥？今日咱要来讨论的是要社会变得更较安全嘛？我阁是一个律师，今日的主题阁是法律。那讲到要讨论处理犯罪法律，咱就是讲刑法嘛。但是为什么我拄则咧讲的物件拢毋是讲刑法咧讲啥？毋是讲刑法咧讲啥？因为刑法是咱解决社会犯罪问题，所以讲，传统，咱伫咧学校的法律系内底，咱就是为刑法头一条开始读，无罪推定是啥？第二条为父为侵即个原则开始讲，但是咧，
其实我认为，咱伫咧学刑法进前，是爱先了解讲，咱即马社会顶悬犯罪现况是啥？到底是啥物款的犯罪无法度处理？到底是啥物款的犯罪？互咱的刑事司法系统无法度好好来运作。了解即款代志了后，咱搁来学刑法，咱才知影讲要安怎用即款即个法律来处理咱社会顶悬所面对的犯罪问题。所以讲咱今日因为即开始我着想讲演讲拄则开始先来大家问看觅用问题的方式然后人大家来知影讲咱即马犯罪现况是啥因为我主持人甲我讲，今日的活动是一个亲子参与较济的人较济，所以即个问题我拢有准备单独所以讲你若是有应我的问题我有准备两个单独若是有应的观众我会可以得到我的礼物啦好，即个问题就无单独，因为拄则主持人有剧透即近几10年咱的犯罪率是提悬还是下降？即个问题可能大家拢想讲虽然咱拢知影社会变了愈来愈安全，但是虽然讲即个电视新闻顶悬拢甲咱讲即个社会搁有倒位发生啥物款代志，但是应该是愈来愈安全，犯罪率应该是下降。但是咧，事实上就亲像主持人拄则讲的为民国差不多60多年到差不多2024年的时阵，伫拢是下降的状况。但是咧，为啥近年有即个回升的状况？这是台湾即马犯罪犯罪的即个状况。第二就是台湾倒一款的犯罪增加的速度足紧。拄则一个主持人嘛甲大家讲过就是诈骗的犯罪，诈欺的犯罪，这就是即个台湾目前你着看，偷物件拢差不多啉酒车即个数量嘛是逐年拢伫咧下降，但是咧诈骗的犯罪就是逐年拢伫咧提升，这就是咱台湾目前诶状况。刷来即个题目。即个被害者被害者上侪人的犯罪即个主持人拄则嘛有甲大家讲过就是诈骗的犯罪大家都会使看觅被害者上侪无论是查某还是查某，拢是诈骗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偷物件第三名是伤害其实为差不多2024年进前偷物件一直拢是台湾犯罪上侪被害者上侪迄款犯罪认为这是一个足正常的状况。大家想看觅，偷物件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你伫台湾凊彩行入去一间便利商店，摕内底一个摕一个饮料你就会使完成即个偷物件的犯罪是足简单的代志若讲等下大家若是若是想要试看觅你着摕后壁一份册行出去，嘛是偷物件的一款所以讲偷物件即款代志是足简单就会使完成的。但是咧诈骗就无共大家想看觅，你今日若是真正就想要做诈骗，你要去倒位做诈骗？你要去倒位加入诈骗集团？你要去倒位加入金光党？无嘛，所以讲诈骗其实是一个小可需要技术的一个犯罪，但是即款案件要做的门槛是足悬的，但是伊的数量是无法度互咱下降的，所以讲这就更加互咱知影讲诈骗伫台湾毋若伫台湾，伫全世界是一个足严重、足歹处理的一款犯罪，足歹处理一款犯罪刷来就倒来大家问若是大家有想要用的，会使举手台湾伫感觉内底倒一款的受刑人上济？有人想要摇看觅无？摇毋对嘛无要紧就是使摇看觅偷摕物件你有人认为是偷摕物件，佫有人要摇别项的无？啉酒赛车伤害
无人要用啊吼。等下我会使摕转去啊，因为啥物咧？因为台湾伫尴尬内底，台湾即马伫咧尴尬内底诶人差不多5万外个，但是就有差不多要一半诶人是因为品毒品诶犯罪伫尴尬内底。为虾米我来甲大家讲者？因为咱伫尴尬内底4款人上侪，食毒诶、诈骗诶、啉酒驶车诶、偷摕物件诶。但是为虾米？阮拄则讲，啥物偷摕物件、诈骗犯罪，即款诶犯罪数量足济嘛，对无？但是为虾米即款人伫尴尬内底诶数量较少？因为你若是做诈骗，我就是甲大家讲，你若做诈骗做一届，差不多伫台湾诶法律就是甲你判1吨外、2吨外，即就足重诶，就差不多诶行情啦。但是咧，你若是食毒，食毒其实毋是一个足重诶犯罪。但是食毒诶人正常都会使做啥物？就会卖毒，即个转让，也是摕毒品。其实是一个最正常诶做法。为虾物？咱就想讲，咱食饮料、食黏诶，食黏诶，你会使家己去买。你会卖互你诶朋友，你会使，你会帮你诶朋友买。那毒品嘛是共款啊。你若帮你诶朋友买，这就是啥物？这就是贩卖嘛，对无？所以讲贩卖伫台湾诶法律，你若贩卖大麻好啊，大麻10年以上，你若你若是卖依托米子，即马第一期诶毒品，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相当是无期徒刑，嘛有可能安怎？嘛有可能是死刑。所以讲台湾对毒品诶处罚是足重诶，比咱诶啥物诈骗啊，比咱诶偷物件啊，比咱诶啥物啉酒赛车是搁较重足济倍。所以讲，而且毒品嘛，即款犯罪无共是毒品嘛，影响咱诶身躯，影响咱诶头壳，互咱有一个着病诶感觉。所以讲，尴尬内底食毒诶人比其他犯罪诶人是加了，即会较济是有原因诶。但是咱嘛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诈骗伫尴尬内底诶人，即个速度抓权速度是足紧诶。差不多4年前才5000外诶人，无到5年诶时间，就打破。所以讲，这是一个咱嘛需要来去关心诶问题啦吼。好，过来大家来约看卖吼，讲台湾即个暴力诶犯罪数量是提升还是下降？提升。无北大人好药吼，另外就是下降嘛吼。是大家会使看卖者台湾有关暴力诶犯罪，暴力诶犯罪是啥诶？就是强盗、杀人、抢夺也是即个强制性交。咱就会使看卖讲，这10年以来，这4项诶犯罪数量，拢是逐年拢伫咧下降，而且伫暴力犯罪伫台湾犯罪数量内底，其实差不多2022年诶时阵是无到2/1000诶，所以讲平均来讲，台湾500件诶犯罪内底，才有1件是甲咱诶暴力犯罪有关系，而且即个数量逐年拢伫咧下降。这是一个爱甲大家报告诶代志。所以讲，伫台湾即马犯罪现况。除了诈骗以外，大部分犯罪数量拢是伫咧下降，而且被害者上侪人就是诈骗。是咧，伫尴尬内底上侪人是食毒诶，有关系有关咱诶暴力犯罪诶比例其实是足低，而且逐年拢伫咧下降。为虾米我会甲诈骗、毒品甲即个暴力犯罪特别提出来讲？因为咱这近几冬诈骗犯罪伫新闻顶悬敢拢会看到做车手诶啦、ATM 啦，还是去邮局要领钱，警察来搁坚持要领钱啦，即款新闻逐工拢有。但是咧，暴力犯罪，我就认为暴力犯罪甲诈骗犯罪，其实咱袂使咱做伙讨论因为这是无共诶。正常看到有人向骗，咱心内正常是袂惊吓，但是互咱心内会惊吓，看到即款犯罪会感觉讲社会无安全诶，正常拢是发生暴力犯罪。所以讲咱伫即摆演讲内底，原则上拢会甲即2款诶犯罪分开来讲。
分开来讨论讲，咱即摆刑事政策到底对这两款这几款的犯罪，到底是要目前的目标到底是啥？好，刷来就爱搞即个做一款即到分享啦，即个犯罪传统知识的分享，就是到底是要处罚，抑是要搞治？犯罪即百万年来，到底对咱的刑事政策想法，抑是即个历史历史到底是安怎来发展？咱看上倒边的，就是国定合派。国定合派其实是犯罪内底头一个甲即个人看做一个正式的人的犯罪，因为你害正直，人民拢认为讲，你若是会犯罪，就是你着病，要无就是你死动，着头，都是无即款甲即个宗教啦，即个怪力乱神，有关系想法。但是咧，到咱国定合派，伊就强调讲，人是有自由意志，人是会使做选择的。有人会选择讲，你的行为是对你上有利的，你才会去做。所以讲，人为虾米会犯罪，就是因为你犯罪摕到的物件，比你的成本搁较好。比如来讲啊，我就讲诈骗。若是讲你做诈骗一摆会使趁100万，但是你会去用关1年，正常的人是毋是就认为讲，安尼毋着离心100万啊？慢慢就去用关1年，我去上班1年无100万啊。所以讲，若是伫即款状况以下，人就会去做诈骗。这就是固定合派因伫咧主张的代志。所以讲，固定合派一定要关心两项代志。犯罪你会得到啥物好处？犯罪你会得到啥物处罚？一定爱互伊的处罚比伊的好处搁较济，人就袂犯罪。所以讲，国定合派强调的代志，毋是要一直要牙关处罚，就是讲处罚比你的好处较济一点仔，安尼就好。因为你安尼做，人就袂去犯罪啊。而且你的处罚搁要达成即个三个目标，就是甲罪人相同。就是为虾米？你若是叫做诈骗，过了3天4天了，才去用处罚。人民早着袂记你到底是创啥物啊嘛？过来确实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是犯一个罪，就是按处罚一摆，袂使甲人民讲歹势我查无，歹势我处理无，歹势我证据找无。即人民就认为讲恁即个国家无效嘛，我做歹代志嘛，袂去用处罚。这就是确实的意思。再过来罪行相当，就是你袂使讲逐个做诶逐项歹代志，拢一定爱上严格诶处罚。人就想要讲，人就想讲，我偷物件嘛是死刑，我杀人嘛是死刑，我偷物件煞咧对顺煞杀一个人嘛就好。所以讲罪行相当嘛是国定合派内底最强调诶一个代志。但是咧，差不多到18、19世纪诶时阵，实证合派就出现啦。实证合派出现，就同科学革命有关系。即个因为科学诶研究，就会去研究讲人为虾米会犯罪。所以讲，伫即个时期即个犯罪学家因就会认为讲，人诶犯罪是因为虾米？因为受到心理诶因素、因素，抑是社会因素影响。毋是咱去看咱即个做诈骗诶人内底，你就会发现讲，做诈骗诶人原则上拢是册无读册较无足济诶人，社会地位无较悬诶人，即去做车手机会是较济。毋若是因为讲因性食尔，有一个可能就是因身躯边诶环境，无人甲因讲，这是一件奇怪诶代志。无人甲因讲，这是一个袂使做诶代志，因为可能讲，身躯边诶人拢伫咧做，身躯边诶人拢伫咧做即款代志。所以讲，实证合派认为，就是人诶犯罪，毋是完全是伊家己决定诶，毋是完全是因家己决定诶，是去用身躯边诶环境影响。是毋管是因身躯边诶环境，还是因家己诶因素，就是若是举一个例来讲，就是敢若着病尔啦，敢若是着病尔。所以讲是要安怎来解决犯罪问题，就是看
你会问解决犯罪原因，你著想看觅，你若是着病，医生敢会叫你讲去罚站，叫你去叫你去跑步，嘛袂嘛，因为着病你解决问题，就是病毒甲消灭，安尼就好。所以讲实情合派的想法，就是讲要甲病症来消灭，你就袂去犯罪啊。但是咧，即个古典甲实情合派，其实就是亲像一个钟摆，亲像一个钟摆共款，若是古典，若是认为实情合派无效的时阵，就为古典合派即款偏，若是发现讲古典合派嘛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就会为实情合派即款遐来偏，但是咧，差不多到1960年诶时阵，伫美国，因着因迄当阵诶社会环境啊，是认为讲，犯罪率足悬诶，足悬，无法度互来控制，所以讲迄当阵共和党诶总统，就发出一个口号，就是佮要靠犯罪来宣战，甲犯罪来宣战，所以讲因迄当阵啊，就甲即个古典合派找。讲要甲即个处罚野官啊，就是爱重刑啊，就是爱甲即个犯罪人总关入去监狱内底，统统甲伊消灭。但是咧，从到1970年代诶时阵，政府就发现讲一个重要诶代志，啥物代志咧？钱无够啊！人关入去监狱内底爱钱呢，去监狱嘛爱钱呢，一个人监狱上班管理嘛爱钱呢，犯罪宣战，当然是一个足好诶口号。民党会相信，人民党会相听，但是咧，钱就是无够啊！政府诶钱嘛爱做社会福利啊，嘛爱做交通啊，嘛爱做教育啊，嘛爱做医疗啊，无可能甲所有诶钱摕去监狱，无法度甲所有诶钱摕去做矫正。所以讲，资源有害的政府，就发出咱即马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嘛是我今仔日想要来甲大家讨论的。咱即马现代国家面对着的刑事政策危难，所以讲我简单甲大家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合派伊的想法，就是讲你的甲对犯罪处罚比好康的较济，人就袂去犯罪。伫实情合派伊的想法，就是讲要改善你的犯罪因子，你就袂去犯罪。大家就会使先小可记伫两个合派因上强调、因上重要的一个论点。今仔日，但是咧，咱今仔日毋是要讲，到底是咱的处罚爱较济，还是讲咱是要用较低的方式来改变咱社会安全？因为我若是使甲大家讲一个答案，我就去做总统就好，我就袂伫遮来甲大家做演讲。所以今仔日即个问题袂有答案，但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咧。因是为即个刑法即个刑事思想出来。即个思想的思想的上大的原则就是啥？就是这四个字：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到底是啥？我拄则有讲啊，古典合派重点的是啥？处罚比好康较济。实情合派实情合派的论点是啥？犯罪的原因，甲治疗好。但是咧。伊个观点，你拢会发现讲，无论是古典还是实情，因拢有关心一个点，就是关心人是毋是会去选择犯罪。无论是外口的因素，就是犯罪嘛；是因内部的因素，无论是伊个成长大汉的环境啊，也是因心态的想法，是关心人的。但是生活重点毋是人，是风险。要甲社会风险压甲上低，这就是咱生活因上在意一个代志。所以讲，我则着讲，刑事司法系统的目的，毋是处罚，也是矫治，是有法度有效的来表示甲管理即款特别有可能犯罪的人，特别有可能犯罪的人。我遮讲的二分政策就是两极化刑事政策啦。两极化刑事政策其实白话来讲，就是对犯罪者
民众两个党。你若是犯重罪，还是较严重的罪，还是你犯罪足侪摆拢无法度改的人，你就用严格的政策。你若是犯是小可轻的罪啦，还是啥物无要无紧的罪，咱就是用合法的政策来甲你处理。若是严格的政策咧，就是伫你的审判过程，就会较正经，会较复杂，会较长，就是为着啥？为着要来甲你的处罚，即个罪处罚看起来合理。你若是较轻的罪，就是有可能无要甲你关入去监狱，可能就是放你出来社会，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你爱去法院找监护人，还是要定期来做一个什么社会服务，还是拿罚金，这就是校方政策伊的方向。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伫台湾讨论差不多是伫咧2005年开始啊。咱迄阵阵有一个刑法的大修法，就甲即个重罪犯的处罚压关。其实差不多伫1995年进前，伫有形的上限，是20年。伫为迄年的开始，就压关2025，这是一个咱甲即个犯罪，甲严格的就严格，较轻的就较轻，因为较轻的就较轻，因为政府就咱的资源有限，所以讲咱爱甲资源放伫上有效的所在，上有效、上主要资源的人是啥？就是犯重罪啦，这是政府甲大家讲的理由。所以讲你大家敢有支持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为虾米？有人想要分享一下无？好，嘛无要紧，因为这是一个足困难的问题大家会使哪听我讲，哪想看觅。上尾的时阵嘛，会使大家有讨论的机会。想要来大家讲为虾米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即马流行？毋是敢若伫台湾、伫英美、欧洲即个国家嘛是有即个政策的方向。就是这三个原因犯罪率压关，但是咧政府的钱无花。即个佫有即个犯罪被害转移，而且佫有即个犯罪基地政治化。我逐项来一个报告。第一就是犯罪率增加，但是政府无钱啊。大家爱想看觅，倒一个政治人物若是出来甲大家讲，歹势政府无钱，咱的即个犯罪问题无法度完全来解决。台湾民主化30多年到即马，嘛无一个总统候选人甲大家安尼讲。但是咧，这是倒实话啊，钱就是无够，犯罪问题就是无可能完全解决。但是咧，你若是安尼讲，人民就会看你无就想讲我选你就无效。所以讲钱无够的即个原因，人会惊，人会感觉讲社会无安全。无若是讲你即个屏东有一个人向杀去，我住伫咧苗栗，我住伫咧台北，正常人就想讲即个人嘛袂为屏东来台北来甲我创治嘛，对无？所以讲。伫这差不多50年以来即个媒体出现个媒体出现，互大家为犯罪想法有一款改变。咱即马即个犯罪新闻传了愈来愈紧，看到犯罪时阵，咱就会想讲即个社会变了佫较无安全，我是毋是有可能做一个被害者？我若是有即款想法。即个社会治安的需求就会愈来愈悬，但是即个需求愈来愈悬，政治人物就需要来大家应，要来甲大家讲我有一个方法会使甲大家来解决。所以讲，即个犯罪基地政治化，就是讲即个社会对即个犯罪会惊，会惊讲即个社会无安全，所以讲政治人物需要来互大家甲讲社会真正变了更安全。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观念，互大家感觉安全，社会真正变了安全，这是两个无共的代志，这是两个无共的代志。所以讲，我嘛想要来大家报告，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伊是到即摆的社会到底，伊实际上到底是安怎来发展？
吼，严格刑事政策，大家想讲足简单嘛，就是关差不多10年啊，无期徒刑啊、死刑啊，就是无要去互转来社会就对啊。吼，但是咧，别人关遐久，你就想讲，一直来，即款人吼，伫内底吼，就是受着吼足济教育，吼足济资源，伊伫内底会发吼，会学即款社会技能，吼，会着踏入社会了后，着做即款有效诶人。吼，其实咧，吼事实上。即款人着伫尴尬内底哦，就是去用做笨手共款，等伫内底，哦，时间到就放出来，放出来要创啥咧嘛？毋知，时间到啊，搁犯别项诶罪，就去用关转去。就亲像我拄则讲，为虾米毒品诶人伫内底着遐济？就是因为讲长刑期，因伫内底无得到需要诶资源，无得到需要诶资源，搁伫咧尴尬内底，是毋是就是甲人亲像笨手共款？摒去社会角落，就是安尼。所以严格刑事政策，政治人物甲咱讲，吼，咱是甲资源分互需要诶人，但是咧，伫事实，伫咱司法诶事实，就是甲即款人摒去社会诶角落，互咱看无就好。因为咱若看无即款人，咱就会感觉社会变了更较安全。吼，就亲像讲咱今日若是要摒扫遮，吼，我甲我甲粪扫吼摒去角落无人看着，但是咧，即个环境敢有变了真正更较清气？哦，无，哦，这就是严格政策，吼，严格政策，吼，即马伫咱社会意义。哦，下反若是讲哦，我拄则甲即个严格政策吼讲到足歹诶吼，但是下反政策吼敢有较好？嘛无，吼，因为咧，咱下反诶政策，事情我拄则就甲讲嘛吼，就是甲人放转去社会，吼，有就是叫因来做啥物社会服务，吼，还是讲要甲因叫定期吼来甲关护员来报道，是咧，咱即款人放转去社会，转去社会。有互因资源变啊更较好，无，因为咱就无钱。所以讲，咱表面上是互因一个机会，互因一个自信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咱互一个人自信的机会，是毋是爱甲教互因资源？哦，恁即个代志是无好诶，吼，袂使搁安尼做啊！哦，你因为你有可能是因为你你生活中有小可困难，哦，你才做即个歹代志。哦，所以我要甲你诶，我要解决你诶问题啦吼。但是咧，效反政策表面上是互人机会，但是事实上就是甲人放转去社会，安尼就无啊。吼而且若是即个人搁犯罪诶时阵，甲着有足好诶理由，着甲你讲，我有互你机会啊，你搁无听上，搁继续犯罪。所以讲，就有一个更较好诶理由，甲即款人关入去监狱内底，甲因变做安怎严格刑事政策。所以讲，其实两极化刑事政策看起来是甲资源伫需要诶所在，实际上两极化刑事政策伫做诶，就是一个人口分流诶技术，就是甲危险诶人，甲危险诶人关起来，为咱诶社会赶出去。大家感觉讲啊，即款人袂过伫咱诶生活中甲咱搅了，即款人袂存在伫咱诶社会内底。伫效反诶即个政策咧，嘛是甲人放转来社会尔，但是无互因资源甲教，无资源甲因缴治，后来若是犯罪，搁着甲人讲啊，我有互你机会啊，我无互恁资源，这是恁兜诶代志，你搁安尼再犯，我着要甲恁变做即个严格刑事政策，甲你关入去监狱内底，而且，所以讲，我拄则讲嘛，传统咱伫咧思考刑事政策诶方向，就两项，甲处罚，处罚甲利益做一个比较，无就是要解决恁犯罪问题。但是咧，两极化刑事政策本质，其实就是要甲人来做一个分流，甲人做分流。为虾米人爱做分流？因为大家应该大家若是住伫台北，就知影讲厝边诶重要性。你若是拄着歹厝边，你诶生活品质就是一歹。所以讲人口分流技术嘛是共款。即摆诶社会，即摆诶政府就是无钱，
嘛无能力完全来解决犯罪问题。所以讲，就即摆两极化刑事政策就会使做到一项代志，就是甲犯罪人，甲有犯罪风险的人，为咱的社会赶出去。你的厝边拢是，互你感觉安全的人。这是即摆刑事政策会使做到的代志，会使做到的代志。所以讲，对即个两极化刑事政策学者有小可的批判，小可的批判，我嘛逐项来甲大家讲。第一就是刑法欠伊性的即个原则的使用。啥物是刑法的欠伊性？就是讲，你若是要刑法要使用的时阵，就是你已经无其他的方法会使来解决即个问题的时阵，你才会使用刑法来甲人民处罚。但是咧，你若是犯轻罪的时阵，即个咱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转来去社会。但是咧，你若是犯重罪的时阵，咱敢若就袂记你即个原则啊，咱敢若就袂记你讲刑法欠伊刑，咱若是拢无其他的方法的时阵，咱才会使甲伊处罚。但是若是即个人袂当，若是即个人杀人的时阵，咱就煞袂记啊，因为咱为虾米咧？因为咱足生气诶。咱已经生气到咱袂记了，刑法是要最后的时阵才会使用的一个方法。咱无讲，咱就无讲到底即款人是毋是严重到咱无要甲因做呢？当做一个人，但是咧，原则就是原则。为虾米即个原则，你犯轻罪的人、犯重罪的人袂使用，这就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第二，就是即个犯严标准，其实是一个无标准的代志。来，咱来大概问，你这个问题应出，我就上单咯，好无？台湾倒一款的犯罪，你若是承认，就会使减刑，一定爱减刑哦，一定爱哦。法律顶悬有写诶，你若是自排还是自首，也是你承认犯罪，侦查甲审判诶时阵拢承认，就会使减，一定爱减。毋是，毋是。大家会使想一个方面，就是为虾米有特地诶犯罪，你若承认，就会使减刑。因这是一个大家，但是要较济才会要着诶答案。大家爱想看觅，为虾米承认犯罪就会使减刑？一定是有，你若承认犯罪，一定是有这种司法体系，家己个负担，减较济。所以讲，即款犯罪一定是出现诶机会足济，嘛是有可能安怎？处理起来较麻烦。毒品，有人叫着啊，我有准备两项单咯，一个是即个野球 Team 台湾的面筋，第二个就是即个五色旗，这是西藏的一个较这个传统的即个传统的一个物件你就会使挂伫恁厝内若是风甲吹过即个顶端的金文就恁甲你祝福，看看恁想要。你好，你要即个面筋，哎呀，我毋对，伫台湾，这是我估的咧，有可能有其他的犯罪我无查着，但是伫我做律师的期间，正常这四项是你若是犯罪，就咱正常的律师拢知影讲，你若是有承认，就会使减刑的。诈骗、洗钱、毒品甲贪污，为虾米是这四项呢？我来大家问一个问题，我拄则高等学派的时阵，是毋是甲大家讲，伫咧思考处罚的时阵？是爱甲处罚的好处、刑罚甲即个做一个比较，对无？但是咱若想一件代志，你若是卖毒品，为虾米承认犯罪就是关伊5年？你若是无认罪，就要关伊10年。你共款是卖毒品，你买共款的钱，你对社会造成共款的危害，为虾米承认犯罪5年，无承认犯罪10年？
这差足济呢。你若做车手会使做10届，对无？这差足济，为虾米呢？因为咱伫咧咱伫司法体系诶研究，到底是要去用处罚最严重诶，是要甲伊款限，要互伊记个机会。毋是除了你犯罪严重程度以外，佫是伫咧选你是毋是一个明实诶人啊？讲是你是毋是知影讲要配合国家诶人？这是种这嘛是有另外一个理由啦。为虾米咧？就是因为讲毒品、诈骗即款诶犯罪伤济啊。你若是个人拢无承认，个人拢要调查证据，拢要找证人来诘问辩论，我甲恁讲，这个台湾法院绝对是。所以讲，就是因为现实，我拄则讲无钱，而且资源有限，所以讲咱针对讲那个犯罪。复杂的犯罪，因为毒品，就正常人是袂伫虾皮顶悬买毒品，嘛袂伫赖顶悬买毒品。犯误的人嘛袂伫赖顶悬讲歹势，你互我500万，我着互你啥物啥物啥物。因为即款的犯罪办起来拢足困难，而且你若是逐个人拢无承认，法院会判袂煞。所以讲，咱着甲即款的犯罪设计的时阵。全部拢压足悬，就比如讲我拄则讲的，卖毒品10年，对无？但是咧，你若是承认，就变5年，这就是共画马克嘛。其实我即个物件卖20万，但是咧我心内计10万，我上尾甲你10万的时阵，你就讲我趁着啊，对无？意思即款的犯罪，伫设计的时阵，就是即款手法，因此我犯，你就好啊。但是咧，你若是无配合，歹势我就甲你掠足悬。所以讲，即款的分类，即款的法律的设计，咱是真正会使帮咱的社会塑造互咱的社会变得更较安全，也是也是即个制度，其实是咱要选出捌配合的人，这是一个大家会使思考的一个方向。过来就是把即个刑事变了出严格，就敢若会使互咱即个同罪起来，做起来较合理。咱即马着上上大的司法改革，就是国民法官嘛。为什么要做国民法官？就是要甲原本的即个刑事变了看起来足复杂。你看，人民入来啊，咱就无咱伫开庭的时阵，就爱以人民为主。就无遐济册做，无遐济法律，就是为事性都爱做简报，嘛爱表演新闻逐工拢咧报，敢若伫咧看8点档共款，看起来安怎？公平嘛，人民有参加嘛，你是毋是判落来就公平，你就无意见，对无？即个定数看起来足严格，啥物拢甲你问啊，鉴定嘛，互恁检嘛，对无？证人嘛，互恁传来问啊，安尼敢佫有问题？无问题嘛，所以讲我甲恁罚足重诶，关足久诶，判互死嘛无要紧，因为我过程是公平诶，但是我甲大家举一个例，大家敢知影即个投手，台湾即摆上厉害诶，即个大联盟诶选手，郑海威选手，这是我诶兴趣嘛是拍野球，我若甲即个人，比赛拍野球，我若是。今日若是无互我一个巴达，是毋是就无公平？因为你要算野球，就是爱有一个人有球，一个人有巴达，这个比赛才有法度开始嘛。但是咱即马公平一件代志，就是敢若互我一个巴达，就爱甲这个大联盟的选手来对决。但是我老实来讲，有互我巴达，还是无互我巴达，这个结果敢会改变？袂改变，因为无论我是毋是有巴达，我拢拍无，我注定会输诶，阮输诶。所以讲，我就亲像最近新闻中咧讲，都互助的资源，咱会互被害人？为什么被告？为什么被告拢有律师？为什么司法的流程都爱尊重被告？是为什么拢爱无做推定？
因为这就是要互即个结果，咱看起来公平的一个理由尔。所以讲，其实吼，我就认为讲，你若是支持死刑的，吼，你就是执行要甲人关互死的，你拢无要紧。但是咧，你应该爱支持，比如爱有律师，你应该爱支持无罪推定。为什么咧？你若是非死的人，甲你冤家时阵，你就讲，这人就有律师啊，判起来就公平啊，无你要安怎？对无？公平公开啊，哦对啊，结果你拍输啊，你哪会使怪？你哪会使怪国家，甲恁巴士甲恁压迫，对无？这就是一个公平的定数啊！吼，所以讲公平伫司法内底，其实拢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果早就已经写好啊。恁政策方向，法律都已经定好啊。你搁甲我讲诉讼法吼，这啥物定数爱公平啊？其实拢已经无效啊。所以讲这就是这个两极化刑事政策吼，向批判的所在。所以讲，我毋是要甲大家讲处罚无效，是讲矫治无效，只是甲大家讲，即马社会政府甲咱讲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其实哦，实际上是一个甲人分类的政策，互你感觉安全，无安全的人为社会赶出去的一个政策。但是到结果，犯罪问题是无去用解决，吼，而且即个甲人做分类技术，吼，也是就歹的，吼，其实即个政策吼，其实吼无法度选出危害性较悬的人，也是假的人，伊哪会使选择讲吼，知影配合，还是无知影无配合的人，选即款人出来要创啥？即款人敢真正袂去犯罪？吼，这嘛是一个咱司法体系爱面对的问题。所以讲，咱到尾啊，到底希望讲司法会使替咱做到啥物咧？吼，为到我头拄为一开始讲的，我做重大的暴力犯罪，吼，甲你的诈骗犯罪分开来讲，吼，咱到底是希望讲，咱即个社会拢无人向抬去，是社会变了更较安全。吼，我就是来应头前一个问题，吼，咱人类历史吼，其实吼发展到差不多差不多4000年、5000年啊。咱人吼，试过足侪制度，吼，民主嘛有独裁嘛有，吼，共和嘛有，君主嘛有，吼，恁为全世界啥物中原啊，还是啥物即个古代啊，倒即款的制度拢试过啊。但是到当咱人类拢无可，咱到当拢也袂解决，讲犯罪问题是毋是完全来消灭？其实吼，咱希望讲即个社会无人向太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吼，这是一个应该爱上少知影的代志。因为若是有人会使解决即个问题，咱就袂到2002年搁伫咧讲啊，即个犯罪归零，酒驾归零。因为若是真正有法度归零，早就归零啊。吼，还是咧，吼，所以讲咱就知影讲，即个咱就无可能犯罪为咱即个社会完全的甲伊消灭。所以讲，咱应该正常来讲，是希望社会会使变得更较安全。但是咧，咱拢知影讲即个社会啦，咱当年的犯罪数量拢是伫咧下降，吼，而且咧，咱若是真正吼，甲即款吼杀人的人，吼，即个即个犯当罪人、重大暴力犯罪人，甲恁甲为咱社会赶出去，但是咧，即款人无去，是咧，即款人害人的原因无解决，吼，就亲像我拄则讲的嘛，你甲粪扫摒去甲到，你敢有解决讲即个所在出现粪扫真正的原因？你就是咱当然会使，吼，粪扫出现时阵，就甲因摒无去。但是咧，到底是啥物原因，互即个所在一直出现粪扫？即个问题若是无法度解决，这社会就无可能变得更较安全。所以这毋是一个我是爱处罚，也是要矫治的问题。吼，若是咱今日的讨论，若是就到遮就无啊，这是足可惜的。吼，这是足可惜。吼，而且吼，所以讲，咱真正咱的暴力犯罪数量，年年拢是伫咧下降。到底是为虾米会感觉讲无安全？吼，
到底是为虾米呢？吼、这上尾我搁甲大家分享讲我诶想法。好，我搁来讲诈骗犯罪。吼、今日我后壁迄个律师，吼嘛，大家讲诈骗犯罪诶物件。我着先甲因小报咧。吼、这是最近诶新闻。吼、就是有一个立委，吼，要来甲伊讲。吼、对咱诶即个对即个诈骗诶被害者，要被告用来做鞭刑。因为鞭刑就会把即个犯罪诶成分压悬。压悬，互因会强听。互因去做诈骗的时阵，安怎？会知影讲我去做诈骗，这个成本遐悬，我就无做。其实为高等合派的这个出发点来讲，是有小可道理，是有小可道理。但是咧，我就甲大家讲，我拄则有甲大家讲，犯罪会向关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年。但是咧，诈骗犯罪为我做律师开始，已经受罚2届。头先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加重诈欺1年以上7年以下。但是咧，为113年开始有即个诈防条例。你若是杀人以上。搁有即个用公务员的名义，也是有即个不实影像。即个若是有即个杀人以上加这3项的方式，甲人去诈骗的方法，甲人去诈骗。就会加重你的刑度1/2。但是咧，你若是有即个认罪，就会使减刑。但是咧，因为认罪都无够，所以讲咱的立法委员伫2025年的时阵，佮修法，你爱为认罪了6个月内底，了解即个钱全部拢纳互被害人，问题才会解，你才有可能会使减刑。所以讲。诈骗到底会判偌久？我若无甲大家报告，大家无一定会知影。而且倒是当时会使驾驶，当时会使减刑，应该正常无做律师的人应该拢毋知。咱正常人拢毋知啊，去做诈骗人哪有可能会知？所以讲，咱一直甲处罚愈甲出严格的，就是大家拢毋知影，这个处罚有偌严格，这到底是啥？因为我拄则讲高等合派，就是人伫咧思考的时阵，会甲成本、甲好处做伙咧想。但是即款人若是毋知影犯罪成本有偌重的时阵，你把即个成本愈加愈重，毋是无效。而且我甲大家报告，诈骗犯罪甲杀人犯罪有一个伫被害人情节里面有一个上大的差别，大家敢知影是啥？会使又看觅。诈骗犯罪甲杀人犯罪，为虾米我分开来讲？会惊会惊袂惊？抑佫有无？其实我甲大家讲你若是讲会惊袂惊，诈骗犯罪被害者其实嘛是会惊，惊身躯边的人，惊向背，对无？你哪会遮讲向背？你趁遐久的钱呢？你即马有，而且钱抢骗去嘛，有可能做伙有啥物？有做伙做车手的可能啊！甲你的口座向诈骗集团洗钱。有可能你是被害者，嘛是被告，这是一个伫即摆社会内底足思想的代志啊。佫有咧，佫有啥物无共的所在？为结果来看，这两个犯罪有倒一个无共的所在？受伤无？受伤无受伤，所以有我着较直来讲，这是诈骗犯罪无人死。杀人犯罪有一个性命无去，所以这伫你面对被害者，但是被害者会甲厝内人的时阵，有一个足大的差别是啥？赔偿对，赔偿。为虾米咧？恁害人的时阵，恁敢会使发无去甲被害者的厝内人讲，歹势，我互恁2000万，咱就和解好无？无可能嘛，因为人的性命是无法度用钱来算的，对无？有人可能，有人有可能，但是正常的人是无可能，因为人死啊就无啊。但是咧，诈骗犯罪正常的人，你钱互我就好啊嘛，对无？所以讲，
这两项最大的差别是，害人的犯罪，你绝对无可能用钱来处理被害者的情绪，但是诈骗犯罪绝对会使，绝对会使哦。做律师差不多3档4档，看到被害人来甲我问的时阵，我就想讲，因会收到传票嘛，因有收到讲和解的通知，我就甲因讲，你是想要甲即个人关较久，还是讲你行李治就好？大个人拢甲我讲，行治就好啊，伊关偌久，关我啥物代志？因为我欠骗去的是钱，你钱还互我就好，因为根本诈骗犯罪被害者根本就无人去插销讲你即个人要关偌久，关到死，恁钱无还我，嘛是无效啊。正常人在意就是安尼，吼。而且啦，即款人就是做诈骗的人，第一，就是无工课，连法律拢毋捌，就是欠钱，而且你骗人钱拢是现金，咱拢知影讲，咱刑法有一个制度，国没收，就是甲你犯罪所趁来的钱，还是你你摕过的钱，拢会没收。但是有一个即困难的代志，即个代志安怎来调查？我若是讲歹势，我有一个我做车手摕了摕人200万，这200万这个数字安尼来？我甲你讲，我做车手，我的薪水4000箍，摕一届4000箍，你领着袂也袂？这个结果现实安怎调查出来？伊个甲你讲，因为咱的政府甲人掠着，要去就无简单啊，要去找钱，就无可能讲要去找即个犯罪钱去倒。就算讲咱爱即个掠着的车手来负担，来负即个赔偿的责任，这人就无钱。你爱一个无钱的人负担赔偿的责任，嘛是无效。所以讲，咱伫咧诈骗犯罪的时阵，也是一直讲要甲处罚压悬，但是咧，伫犯罪日期的所在，一步拢摕袂来。所以讲，一直甲处罚压悬，是你犯罪好康，无法度压来的时阵，诈骗犯罪就永远袂去消灭，永远会存在，因为做诈骗好处，永远会比咱的成本悬足济。所以讲，我认为啦，咱因为咱即摆社会有一个风气，就是讲就是要处罚，就是要重刑，但是毋管你的想法是啥，我一直拢认为讲，至少暴力犯罪甲诈骗犯罪，咱这两项犯罪一定爱分开讲，因为我拄则会说明，大家都已经知影，这是两项完全无共款的犯罪。咱毋敢若是讲对被害人要安怎，要做即个问题，是讲要对即个犯罪是要安怎来甲因即个数字甲下降，这拢是完全无共的方法甲方面。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两极化刑事政策。事实上，无论你是为各点的出发点，还是为实情的出发点，其实我认为是拢无法度解决问题。因为好点就是互人为社会外口的即个条件，无论是处罚，也是成本，也是好处，去算了到最后。即个人若是清楚的，若是有一个讲道理的人，就会家己决定讲我是毋是会去犯罪。无论是讲咱即个事情，就是解决人家己伊的想法嘛。强化刑事政策，就是咱即马社会的政策，就是无甲人决定第一，你甲风险管理放伫第一，风险管理放伫第一的结果就是啥？风险管理放伫第一的结果，就是无人。去插销讲犯罪者的想法是啥？犯罪原因是啥？咱敢若叫社会看起来安全，安尼就好啊。这是两极化刑事政策，即马会使做到的代志。所以讲犯罪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去杀人？为什么有人去做诈骗？这是一个困难的代志。困难甲咱其实无可能来完全来消灭犯罪。但是咧，咱人就是一个需要黑暗的动物。
因为咱若是有答案，咱就会感觉讲，咱有法度来解决问题。咱若是有法度来解决问题，咱就会想讲啊，即、个问题是会使解决的。我就袂因为即个问题存在，咱甲惊吓。所以讲，咱若是看着新闻，最近嘛有一个新闻啊，有台中的一个老师伫咧咱向大的时阵，向学生仔扫帚吐甲目睭看无，这昨才发生的新闻。我厝内的人嘛是有做老师的，看到即个新闻嘛是会惊。看到即款新闻会惊是毋是正常的？绝对是正常的，因为咱看到人去用被害，咱就会惊讲后一个是毋是我？因为即款代志会惊吓，代表你讲你是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的代志。因为为什么你看到会惊？若是敢若你认为讲你嘛有可能做被害者，嘛是因为讲即个问题，即个代志的发生背后有伤济问题无解决，即个问题才会发生。这是要安怎来解决即个问题咧？大家拢毋知影，所以讲就是因为毋知影，咱才会惊吓。所以讲这是一个最正常的代志。这个任务着安怎？着利用即个点，大家讲大家看我遮，我遮有一个方法，会使来简单的解决即个问题，会使来甲即个问题甲控制。安尼咱就会相信嘛。但是咧，咱就爱甲随时甲大家问讲，咱即个社会，我看着新闻会惊，社会真正变了无安全，其实是一个无同的代志。所以讲我定定因为我平常时咧补习班教这个艺术政策甲犯罪学的，所以讲我的社群媒体啊，抑是啥物的定定拢是看着这个犯罪的新闻。逐工看着我嘛是会感觉讲咱这个社会嘛真正无安全。咱伫法院的时阵，去开庭的时阵看着哇，你这规个这个今日掠着被告拢是诈骗的啊，拢是酒驾的，逐工拢伫即款环境内底，看着即款新闻，看着即款人。到底是生做安怎？讲话看起来是安怎？因到底是做了这歪优秀的代志？我逐工拢在看，看着时阵嘛是会惊。即款人坐伫我边仔的时阵，我嘛袂想讲，我头壳内嘛毋是想讲，哇，即款人哪会遮可怜啊？哪会坐伫遮啊？哪会变甲安尼？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讲，即个人开庭应该是乖乖啦，因为我嘛是有拄过。即个开庭开甲即个生气啊，要甲人斩的要走出去嘛是无。所以讲，其实甲逐个拢共款，我嘛是一个正常的人，我嘛是拄着犯罪的时阵，我想要平安到厝内。但是因为我嘛是学这，我就会甲大家，我就会问家己讲，到底是啥物原因，互我感觉无安全？即个无安全的方法，即个无安全的心情，是要安怎来做解决？所以讲，咱到底是希望讲，咱的司法会使互咱的社会变了更较安全。咱到底是要安怎做？到底是要安怎做？我这个问题我无答案。但是即摆的做法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也而且那你嘛会使当做我拄则讲的拢是后袂讲的，我讲的拢是毋对。但是你若是你嘛会使认为讲司法就是找着意见甲你无共的人，甲因凊彩甲因处理，甲恁即个无爽快的心情做发泄，这嘛是有人认为讲咱司法会使做到的代志。但是咱就袂使甲即两项代志算做伙。你若是想要你若是认为国家有即个义务要来甲恁出即口气，你会使。但是即口气的时阵，就是无咧解决社会的问题，就是无互咱的社会变得更较安全。这是咱爱知影的代志。因为有一款人啊，有一款人认为讲出了一口气了后，社会就变得更较安全。这是一个足矛盾的代志因为咱若是真正要来处理即个犯罪问题其实无遐尔简单，无遐尔简单。但是因惊遐的情绪嘛是真诶。所以讲这是一个足复杂的问题啦但是希望今日这差不多1点钟的题目甲讨论会互大家有一个方向，新的方向会使思考，会使想看觅。我今日的分享就到这，谢谢。
大家有问题吗？大家有问题，咱问嘛。啊，无有时想要看迄种少年仔犯罪问题啊。哦，少年仔犯罪问题吼，我想看觅，其实吼，即个少年仔犯罪，大家对即个少年仔犯罪问题愈来愈生气，即个想法甲情绪，毋是敢若伫台湾才有，伫日本嘛是伫咧发生。吼，若是甲即个少年仔犯罪的即个即个典型吼，也即个条件变得较严格以外，咱对即个到底为虾米即款人做即款代志，但是拢毋免负责，咱若是伫台湾，全世界拢是伫咧讨论即个问题，就是讲，我诶物件，比如讲，我诶权利就是去互破坏啊，为虾米？你满18岁啊，你会得到完全处罚。但是你无满18岁，就是你免完全处罚。大家都会感觉受气的原因就是无公平啊。我甲直来讲，但是对咱少年犯罪的问题，我想要这有足侪方面会使讲，但是我想要讨论一件代志，就是我。我着讲诈骗就好啦。我最近就有一个当事人，去用伊诶钱就是去用车手偷摕去啊，去用车手摕去啊。伊报警了后来找我做法律咨询。伊就甲我讲啊，迄个人敢若是少年仔，敢若无满18岁啊。那伊若是即个是毋是会判出去？是毋是会判出去？是毋是着无责任？但是我定定咧想啦。咱若是人真正本人啦，拄着犯罪时阵，咱应该，我第一个会想的代志，其实毋是即个人会关偌久。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安怎互我的心情变得更较好？因为即种来讲，即个人到底讲真诶啦，即个人做车手甲我的钱摕走，即个人要关1年、关2年、关4年、关10年，其实我已经拢无想要甲插了。上好，即个人就是莫出现伫我的生活内底，我无想要甲伊看着。我上在意的是啥？我想要我想要我的钱转来啊！我想要讲我的生活会使变得更较快乐啊！我想袂记咧讲啊，去用诈骗即款足见效的代志啊！所以讲，我认为啦，当然新闻社会的人会认为讲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代志，因为即个不公平会受气是最正常的代志。但是，若是对被害人来讲咧，即个人关偌久，敢真正有遐重要？我认为搁较重要的是讲，要安怎互即个被害人的心情、的生活会使转去着正常的状况。若是讲对少年犯罪，大家敢知影缓刑即个制度是啥？缓刑。缓刑就是讲，你犯的罪无遐严重，伊互你一个机会，你比如讲，甲你判6个月，缓刑2年，就是你伫这2年以内无去犯别项的罪，无去超工去犯别的罪，你6年就免执行，这就是缓刑的意义。缓刑毋是干那讲，即个就是免处罚尔，有可能有一寡附加的条件，比如讲，即个定期甲人找人倒来报道，甲互人报道去做啥物社会服务，但是，实际上，即个制度，其实有可能是对被告搁较大的负担。为虾米咧？因为我着大家报告，法院上班的时阵是定时，就讲咱甲大家正常的时间共款嘛。拜一到拜五，透早9点到下晡5点，就是即个时间。你着想看觅，我若是一个经济条件无好的人，去做车手，甲被害人有好解。嘛钱好解煞钱嘛落啊，落尾法院互我一个机会，会使缓刑，但是我逐个月搁爱转来法院找关护人报道，因为伊的理由是讲，要来看我的生活是毋是有变了正常，我有工课。但是你爱想看觅，即款人去找工课了后，
伊上摆时间就是甲法院共款，伊甲伊请假去法院找关互人甲因讲，哦，我的生活做好，但是我今仔日爱请假来甲恁报道。你就是看觅，你即个人有前科，你搁爱去找头路，已经足困难哇。你找头路找无偌，你上班上无偌久，你搁甲头家讲，歹势，我去要转去找即个官府人报道，要请假。这就是咱司法其实无受，是无为替咱的被告来想啦。咱互因机会来去社会，这是一个最好的代志。但是咱的司法，咱有真正要甲被告的生活，做改善，也是咱的司法其实是敢若想要做控制尔。控制甲支持是无共的代志。控制就是爱你的时间听我的话，这是控制；支持是我互你资源变做你想要做的人，这是支持。所以讲，司法要安怎互咱的社会变了更较安全？我认为司法会使做较少控制，会使做较济支持。我认为这是司法会使替咱台湾社会变了更较安全做的代志。这就是我讲司法尔，因为即个社会佫有即个系统，比如讲社政、医疗，还是啥物有诶无诶。但是因为司法就是一个较被动诶角色啦，就是你有犯罪才会去用司法来处理。所以讲，咱司法其实本质上就是无可能主去甲咱诶社会做啥物改革啊，抑是啥，咱较多都是较被动诶。是虽然咱是被动。但是咱即马诶做法有足侪足侪是控制，控制要爱你诶时间，要你来听我诶话，我要影响你诶生活，但是我无要听你讲你想要做啥。所以讲我认为讲，咱司法若是有会使伫小块诶所在，甲即个人，甲即款人支持，甲即款有犯罪可能诶人，改变毋免讲改变伊诶生活，但是因即款人若是有想法，咱爱甲因支持，莫甲因讲甲因控制，控制到最后，伊无法度过因想要过诶生活，到尾啊了后，咱诶社会嘛无变甲即个更加安全。我诶想法是安尼。我有问题嘛？我想要问一个，因为咱台湾欠工，所以我引进一寡外国人来做工课。外国人第以后就开始可能有犯罪问题嘛。若是外国人伫台湾犯罪，伊会受到啥物啊款诶处罚，还是讲台湾诶司法系统伊是要安怎去防治，还是讲针对这种外国人犯罪诶问题？好，这是一个足重要诶代志，尤其是伫台湾最近愈来愈歹处理诈骗，因为诈骗即个犯罪上重要诶就是两个物件，第一个就是人头，第二个就是口罩。台湾人诶口罩甲人头是足贵诶，但是咧，你若是外国人诶口罩伫台湾，就是较俗。为虾米咧？我着无伫台湾，着无要用即个物件。你就算甲我掠去，嘛无要紧啊。我掠去关煞了后，我倒去我诶国家，我是无代志。所以讲，外国人伫台湾诈骗犯罪确实愈来愈重要，因为即款人成本较低，成本较低，用煞就会单调。对诈骗集团来讲，即款尤其是即款人中文拢讲无好。恁甲因讲啥物有诶无诶，因嘛无法度甲法院老实来交代。就算讲因想要在举报上游，因嘛无法度，因为因本来毋知影即个人诶中文。法律嘛有规定讲，你若是伫台湾，恁外国人伫台湾工课，若是有即个超工犯罪状况，即个主管机关会使甲你诶签证来取消。你就无法度，你就无即个合法理由留伫台湾。即个状况伫台湾就定定去诶，毋若是敢若诈骗。你若是伫台湾做工课，你伫台湾犯伤害啊、洗钱啊，抑是啉酒赛车啊，这拢是会使甲恁挂上恁国家诶即个理由。要安怎来做即个防治这是一个足困难诶代志，因为台湾把即个外国人请来台湾做义工，其实条件是拢无足好。我常常听到诶，因为因逐个月薪水都差不多2万3万，
这是一个正常台湾人无可能接受的薪水，但是因外国人来尔，因外国人来就是爱接受，但是伊领2万3万薪水，甲咱住伫共一个所在，逐工所爱所费，甲台湾人其实拢同款。我食一碗面100块，外国人来食一碗面嘛是100块，所以讲因的薪水比咱较加遐济，但是因生活的所费无减少，所以因伫台湾合法的即个资金来源，其实会互因的生活变了足困难，所以讲足侪逃逸外劳就是安尼发生的。伫台湾无受到即个法律的保护，生活嘛无过了足爽势，所以讲因才会走去。那走去台湾，咱的政府就管无嘛。你若政府管无，即款人就会去做一寡无好诶代志，来去趁钱。我最近就有我听到一个状况，就是外劳你若是恁即个义工，你若是伫台湾无工课了后，你受足侪限制，你无法度用口座，你无法度有即个正常诶电话会使敲，所以讲有人就是要互即款人无合法诶手机号码，因着会有一个，比如讲。因着甲因比如讲，我着去用诈骗集团去用骗，用我诶名去办一个手机号码，我甲因卖互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着甲即个号码卖互逃逸外，因着会使用我诶电话去联络，抑是啥？即个电话毋若互即个义工伫台湾会使生活变了更较便利，即个电话嘛有可能变做诈骗来使用，所以讲。伊讲伫台湾，若是无伫因原本诶所在工课时阵，伫台湾诶管理是足困难，而且即个问题已经造成台湾诶诈骗愈来愈无法度控制一个最重要诶原因。即个问题要安怎处理，我认为足复杂，但是我认为讲，若是因伫台湾课环境会变较好，咱即个无伫台湾无管理诶活动，应该就会变较少。即款人变较少，即个犯罪问题应该是会有小可会解决到。就是学工去学工较少诶时阵。对，学工较少诶时阵，咱会使甲即个我咧你逃逸，我拢讲逃逸外，我头来讲诶这个说法，其实是算是行政法诶，是安尼讲嘛？就是讲伊无伫个体制内底啊，伊去外口食头路，你外交部会去遐掠人，嘿。伊去受到的处罚是算是讲，你若是纯粹逃逸，可能就是行政法诶部分，是安尼讲嘛？还是？爱想一个问题是讲，你若是无伫即个所在，应该是安尼讲啦。你若是无伫即个正常来讲，咱人无去上班，咱人若是无去上班，是毋是头家就会甲恁解约解雇？外劳嘛是共款啊，你无去上班，头家甲恁解雇，解雇了后，你就无伫台湾合法会使留落来的理由啊。人若是掠着，就送转去啊。伊就因为你的签证就无合法啊，你就无工课啊，那你就是无法度留伫台湾。了解。好，阮时间嘛是差不多，有问题还是无，阮就直接结束。好。下晡阮就2点诶时阵再等你。好，感谢吴律师。多谢。